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铁去互平面的媒体来压料，讲董事长江耀宗参与同一栋大楼开董事会，都敢若坐电梯尔，竟然嘛有8000块的车马费通啊！今仔日是伫反映交通委员会质询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会伫2礼拜内提出检讨的方案。高铁董事长江耀宗挂一个嘴暗，一个伊的位。 看起来有淡薄不安，交通委员会这个会期一开议，伊就变成重点人物。既然已经知道，即使连同栋大楼，连部长开会都没有车马费，为什么会有差别待遇？那不该领的钱1毛钱都不能领。因为江耀宗互人压料讲，立法院预算中心调查显示，伫共一栋大楼坐电梯出席董事会，毛车马费8000块通领。以去年来讲，干那开会就使领176000块，而且伊阁有分红通领。 什么时候会检讨出来？1个月内，这尽快嘿。尽快是什么时候？1个月内，这个应该不需要那么久嘛。2个礼拜以内就可以告诉国人朋友，到底这个车马费应不应该领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好，每人依法依规哦，都在联报上面做公开揭露。我看内部有人要打你哦，有人在暗算你啊。 高铁回应讲，董事长拢是依照规定合法领车马费。过去的惯例如何哈？那我们交通部会会同事业单位来厘清相关的规范。到底领这个车马费敢有合理？林佳龙无讲明，要赶伫2礼拜内提出检讨，防止引起更较大的民怨。